我和李掌柜决定，退休。啊！家里的父母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所以我跟哥哥打算回老家尽孝。天上郡往后交给你来打理。可是，钟祥和其他人我都提前打好招呼了。通过这段日子的观察呀，我们两个都非常确定。这不就是老板变股东，我变 CEO 的意思啦？难道人生的巅峰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到来了？那接下来不就是您先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代理掌柜可是要有营业额的要求的。嗨，不就是赚钱嘛，包在我身上。行，那你就在契约书上摁上手印吧。CEO，代理掌柜，噔噔噔。哎，我们可以安心回乡了。听说二位有退休的打算，刚好，我想置办一处产业。阳光照在屋檐，洒满房间。睁开双眼，早餐放在枕边。早前升起炊烟，星火点点，数着变化万千，化作如你笑颜的香甜。老人说爱是柴米油盐，每一天都要见面，洒下雪花般漂亮，慢慢溶解，花开了冬天，过庆年过后要团圆，别再用悲伤来勾结，交配出哀愁，喜乐等待机缘，映出苦辣酸甜，就让爱穿梭时间，跨越界限，你在身边，停止我的思念，眼前色香味鲜，两样俱全，感动在世间，你我心照不宣，也许终有一天，花落离别，过往画面在我脑海浮现，几回欢喜音乐与烧情意绵绵，在柴米油盐编织爱恋的诗篇。本人请。又不务正业了。为了大瑶瑶，关中老爷，点个追番吧。遥远的孔明灯。今天呢，是我成为天上居代理掌柜的第1天，我打算推出一种全新的餐饮模式——外带套餐。外带套餐？没错，外带套餐可以让食客打包带走，一举解决天上居座位有限的难题，然后顺利创收，增加业绩。哦，姚哥，刚上任就能想到新点子啊！但是目前我还没想到做什么菜能够一炮走红，大伙儿有没有什么灵感呢？哦，对了，还有5天就到中元节灯会了。中元节灯会？灯会上有很多好玩有趣的东西呢，有游行、面具、烟火、花灯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花灯？没错，我们就要在这中元节灯会上一炮走红。春雨哥，你果然在这儿。恭喜你当上掌柜。又是宋七告诉你的？春雨哥，你为啥突然来这儿了呀？你都能来，我就不能来吗？小景是我叫来帮忙的。来帮忙？老爷，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寿宴之事，你办得如何了？我
在这边订菜来着。宾客名单都没定，订什么菜呀？还不跟我回去！哦，小景还要多加看管。哼，还用你提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有什么事你等会儿再说。灯会，花灯。啊，有了！下面就看我的吧。塞这么多遍红薯粉干嘛呀？那还在里面放花枝，这是要下面条还是摊煎饼？哦，不懂就多看多讲。是师姐。哎，看，姚哥就是要摊煎饼给我们吃。不过，干嘛用陶瓷擀面杖呢？陶瓷光滑，卷起面饼来就不会粘在器具上。哦。差不多干了。李瑶特制迷纸孔明灯。白色康乃馨的香味儿，通过灯芯对米纸的熏烤，在空气中扩散开来。空气中弥漫着爱的味道。这个米纸孔明灯不仅通体都可食用，而且还可以放飞，真是心思巧妙，匠心独运。我用明胶、大豆卵磷脂以及褐藻胶做成了增强韧性的调和液，特别是褐藻胶，可以让原本很薄的米纸达到足够的拉伸强度。最后用干笋做成灯架，猪油和灯芯草做燃点，再用糯米粘合就搞定啦。这绝对是节日热销、超级热卖的爆红菜品。哎，姚哥，这回一定可以一炮走红的。既然大家都学会了，时间紧迫，抓紧时间量产吧。谢谢。好了，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说吧。你说吧。5天后就是中元节了。叶佳瑶，难道这家伙要约你去看中元节灯会？怎么？难道你？我想那天带你去夫子庙祭祖。原来是要带我们去上坟呐！这里面就住着我的曾祖父。中元节那天，我会来接你。到时候再说吧。等我来接你。
都卖完了。别愣着，帮我把货架子搬进去。这个蠢驴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姚哥，姚哥，看灯会啊！先把东西收拾完吧。好嘞，姚哥。姚哥，我们收拾完了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翔哥和老刘不爱凑热闹，咱们赶紧去灯会吧。去灯会啊？我再看会儿月亮我就去。哦，看月亮。行，姚哥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姚哥再见。好好玩哈。这个臭蠢驴。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去你想去的地方。还没来啊？大瑶瑶，大瑶瑶，你的迷之孔明灯真是太好吃了！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刚才我来的路口有一个人买了10个，然后500文钱卖了我1个。黄牛真是无处不在啊！大瑶瑶，我是背着我哥偷溜出来的，趁我哥还没找到我，咱们去看灯会吧。灯会，我……哎呀，大瑶瑶，时间紧迫，咱们赶紧走吧！走。世子爷，去天上居的马备好了吗？是，世子爷。出什么事了？嫂子的身世调查清楚了。说。起因为魏府公子与嫂子结亲在前，但娶亲前一天看上叶家二小姐叶锦荣，魏家怕退婚再娶影响仕途，于是串通黑风寨结亲，李代桃僵。有证据吗？叶家仆妇李氏已于今日抵达金陵探亲，此仆妇将嫂子一手带大，是唯一可以证明嫂子身份的人。只是什么？魏家也得到消息，他们已经派黑风寨余党前往李氏家，准备灭口。即刻调家将去李氏住所。世子爷，李氏家住建德坊，正是赫连王府管辖区域。你持我书信，让赫连王爷调兵前往建德坊，我会先行前往李氏住所。可嫂子那儿……等事情办完再解释吧。我今天啊，可是带够了银子，你要啥我都买得起。好。世子爷，没什么。静安侯府。我才不想去找你呢。大瑶瑶，就快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老板，这字画怎么办啊？大瑶瑶，我
他们的感情可真好啊。小景，小时候，每年的中元节灯会都是我娘带着我来的，每次套圈都会满载而归。现在长大了，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跟娘一起来灯会了。人长大后就没办法像小时候一样陪着家人了。哎，大瑶瑶，我都没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人，他们还好吗？怎么说呢？我希望他们过得很好，可是我想我应该看不到了吧。大瑶瑶，不过我相信我的家人总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的。夫子庙？大瑶瑶的家人在夫子庙等你吗？谁知道呢？小景，那个夫子庙有啥讲究没？其实原本是为了祭奠孔夫子用的，不过现在每到中元节这一天，大家都习惯去庙里做一个祈祷。孝顺的孩子祈祷父母身体健康，读书人祈祷学富五车，钟情彼此的恋人祈祷终成眷属。原来他是想带我去夫子庙祈祷。总之，大家想实现的心愿都会去夫子庙试一试。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大瑶瑶，虽然你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，但是只要有我赫连锦在，绝对不会让大瑶瑶你挨一天饿，受一天委屈。我会像家人一样让你过得更好，所以请你相信，赫连锦会一直陪着大瑶瑶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把你当兄弟一样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大瑶瑶，快看，烟火开始了，我们赶紧放飞迷之孔明灯吧。世子爷，李氏已被安全带走，